根据着移民署的统计，对2007年到今年1月底，私人移工所生或者是身份不明的非台湾籍囡仔，就称统计，主要是因的妈妈因为各种原因来离开工过场所，变做是非法移工。因为这寡囡仔无身份也无健保，这寡囡仔要何去何从呢？咱赶紧来关心。 看过去满满拢是红眼仔，大家目睭大啊大蕊，有拄则出世的，嘛有已经5、6岁大，会晓照顾别个囡仔的。这个伫咧台北市文山区叫关爱之家的所在，无政府立案，30年来已经协助300多个囡仔返去家己的国家，是这非法外籍移工妈妈的避风港。 Until I come to Kwan Achistan and they bring me go to hospital to check. And how much money did Kwan I pay for you for the baby? 4,005. 非法移工的妈妈因为薪水低，无法度负担民间机构的费用，转去找关爱之家讨救兵替因做工课，这已经是公开秘密。原来移民署对2007年统计到今年1月份，毋是本国籍妈妈找无或者是身份不明的囡仔，就有1008个，已经遣返的有600多个。原来伫咧关爱之家即马收容的非本国籍囡仔有285位，以1年8.5上多。 啊，尤其一寡是阮伫咧小家这的囡仔，伊无伫咧阮的体制内面，就无可能有居留证，还是健保卡，迄是拢无。即马是20几个小家啦，啊，一个小家的支出至少要3万块以上。 原来即阵台湾合法立案的民间机构有118间，收容安置的非本国籍囡仔有30多个，主要用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来支付，一年开销差不多800多万。我们希望说，移工把孩子生下来之后是可以跟孩子在一起的，因为妈妈要照顾孩子，孩子在一个好的环境之下接受到这个抚养的话呢，也会对他的成长比较有好处。 When you have this facility, yeah. Child or Indonesian children, you will have more children to be born in Taiwan, and that's not our main point. They should perform in their job better than thinking of having family or babies. 印尼办事处坦白讲，若因的立场设立短期囡仔的照护中心，这并不是因的优先事务，也反而会有反鼓励的效果。鼓励囡仔学习、教育、信用等等的发展，因要是呼吁移工就要清楚家己来台湾的目的。也若即马因为疫情，囡仔遣返的制度，一对一监护和接应的工课也增加袂少难度。印尼办事处表示，希望咱的指挥中心斗3天，拍算4月底进前送14位囡仔回印尼。记者阿敏金、郑派文台北报道。